来看台东县的热气球嘉年华会哦，今年会伫7月初5到8月21来举行，卖安排8场的光雕烟火秀，其中有一场会办伫国家级的重要湿地地上的大坡地哦。也毋过有环保团体是指出讲，大坡地连续5档办光雕烟火秀，伊嘛发现讲大坡地的水鸟哦，拢行甲飞走咯。去年哦赶走大约3成的水鸟，因是质疑讲伫大坡地放烟火违反湿地保育法。暗时啊，伫地上向大坡地举办的热气球光雕的活动，水底反射的光影，吸引真侪游客来看，佮配合烟火表演，现场的气氛是热热噶。不过，去年大坡地的热气球光雕的活动，有环保团体为另外一边监测，翕到放烟火的时阵，因为声音真大声，真侪水鸟拢去互拍着惊。尤其是每一年7月份，拄好是水鸟繁殖的季节，而且这也阁是国家级重要的蓝地。佫较无应该做破坏野生动物繁殖地的活动，今年还阁要举办，可能会变做公部门带头违反湿地保育法。花嘴鸭少了30%，然后陆科的那个鸟类少了15%，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，我们强烈的建议是不要释放。不过，县府已经公告今年热气球节活动相关的时程，8场伫暗时的光雕甲烟火表演嘛已经决定好势，而且大坡地的表演是县府甲地上乡公所共同决定的地点，而且伊嘛讲会继续甲环保团体来沟通。既然是已经发布出去的讯息，不可能更改，可是我们在执行的方式、地点跟烟火的时间上，我们一起来讨论。我们将持续与地方的环保团体沟通。环保团体表示，大坡地已经连续5年放热气球甲烟火活动，对水鸟的繁殖已经造成伤害，建议也是爱改其他的地点。公视新闻台东报道。